歡迎收睇新一輯嘅一周花生點評，我係老詹。影片嘅上架日期係2026年5月5號。一周花生點評就係為大家點評過去一個星期科技界嘅有趣新聞事。今集嘅內容當然包括一啲周邊嘅花生嘢啦，蘋果嘅消息，唔知大家準備好包花生未呢？記得喺影片開始之前 CLSS 我嘅影片，同埋 follow 埋我嘅 Facebook、IG 同網誌，唔阻大家去剝花生啦。我哋去片。今集嘅內容開始啦。隨住 AI 嘅普及咧，我相信大家都會用好多 AI 嚟做好多嘅工作啦，例如 PowerPoint 啊、寫稿啊，甚至乎出呢個嘅印刷稿啦。今集咧就講下一啲印刷稿嘅相關資訊啦。好多嘅印刷業咧就話 AI 嚟到咧就話係噩夢嚟嘅。隨住 ChatGPT 呢啲嘅 AI 繪圖工具嘅普及咧，越嚟越多嘅客咧就直接將 AI 生成嘅圖片直接交俾去印刷廠度做印刷嘅。當然，由於 AI 生成嘅圖片通常都會唔符合工業印刷嘅標準，導致到印刷嘅從業員咧喺社交媒體上面就係咁呻，又話呢個係噩夢。其實唔係用 AI 去生成嘅圖。以前啲客咪係又係咁樣出，即係個真係識得咁多嘅繪圖工具，知你咩格式咩？呢個係根深蒂固嘅人嘅問題啊！你估個專家咩？咁呢啲嘅從業員或者印刷業界指出咧，呢啲 AI 生成嘅圖檔主要有4大嘅缺陷，導致到啲稿咧就往往都係被 ban 嘅。色彩模式嘅錯誤，呢個係第一啦。由於 AI 預設係跟 Mon 顯示用嘅 RGB 模式，而唔係印刷用嘅 CMYK 模式，印出嚟咧就通常都會有一啲嚴重嘅偏色嘅。第二，解像度嘅不足，由於 AI 生成嘅圖片通常都係得72個 DPI， 遠遠低過印刷標準嘅300個 DPI。咁放大印刷之後咧，好多時都會蒙咗啊，或者起鋸切。第三，缺乏出血位 ，AI 係唔會自動預留裁切嘅邊緣啊，即係俗稱嘅出血位。咁樣好容易導致到成品邊緣咧就出現呢個嘅白邊。第四，無法無損嘅縮放。AI 嘅圖片多數係點陣圖，而唔係矢量圖嚟嘅，或者叫向量圖啦。而文字同線咧喺放大之後咧就會起晒格仔失真咁樣啦，即係好似你以前嘅數碼相機落到隻 mon 度係咁放大，係咁放大，放到可能500-600% 都開始起格仔嗰個嘅感覺啦。當然而家都會好咗噶啦。但係都會有呢個嘅問題嘅。跟住咧，網民同業界嘅觀點分歧啊。印刷業界咧就認為啲客咧就唔識原稿，要處理翻手執嘅問題咧就相當之嘥時間。如果要代為修改咧，出錯咗又要孭飛喎。而一啲網民嘅觀點就係話，好多人認為印刷業咧就應該要主動去轉型。一啲聰明嘅廠商咧，就應該利用一啲嘅 AI 工具進行呢個嘅高清修復啊，加翻啲出血位啊等等，嚟解決呢一個嘅技術鴻溝，而唔係單單咁樣去抱怨啊。另外咧，有一啲嘅新興服務啊，留言區亦都出現咗一啲同行推廣 AI 影像轉印刷檔嘅一條龍服務。收費就話由幾十蚊到幾千蚊不等啊，專門解決呢啲 AI 稿件嘅問題。呢場嘅爭論就反映咗傳統專業技術同新興大眾工具之間嘅磨合，尤其是技術問題咧，目前就仍然存在。但係隨住 AI 持續嘅進化同埋印刷廠嘅數位化嘅轉型咧，預期兩者之間嘅鴻溝就應該就越嚟越細噶啦。
其實唔係 AI 年代都好啦，我都曾經見過啲客咧係唔識得做稿嘅，其實求其懟份稿出嚟就話落去印都有唔少嘅。唔知大家點樣睇呢？都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分享下嘅。跟住落嚟講下一啲遊戲機嘅消息啦。PlayStation 呢就出咗個問題喎，做咗個更新瀨咗嘢喎。我唔知呢個算唔算瀨嘢，其實就係關於數碼遊戲版權管理 DRM 嘅問題啊。根據報道呢， PlayStation 嘅客服就已經確認咗喺2026年3月嘅系統更新之後呢，所有購買嘅數碼版遊戲都要喺30日內進行一次網上授權嘅驗證。如果主機超過30日冇連線去檢查嘅話，呢個嘅驗證就會被鎖定，無法去啟動㗎啦。今次影響範圍咧，唔止一啲備用機，就連主要嗰部機都無法豁免。以往有啲人咧將設定部機為常用主機 primary console， 就可以繞過部分嘅連線限制，但係喺新政策之下咧，亦都要受到30日嘅驗證啊。今次呢個嘅更新對象咧，主要係2026年3月後購買嘅數碼遊戲，系統係會附帶30天有效嘅倒數啊。官方同業界亦都有唔同嘅說法啦。喺遊戲保育網站 Does It Play 指出，Sony 加入呢個嘅機制可能係為咗打擊退款、詐騙同修補特定遊戲漏洞。理論上係可以驗證成功之後轉為永久嘅授權，但係目前嘅機制好似出咗問題，導致到玩家察覺到呢個嘅限制啊。而 Sony 嗰邊咧嘅客服亦都說法不一，有啲客服咧就話呢個係正式更新，但係有啲 CS 就否認要強制連線嘅要求，就話遊戲係可以繼續去玩嘅。Sony 官方目前就仲未有一個正式統一嘅聲明啊。今次最主要嘅係一個持有權嘅質疑，玩家喺社群引發一啲激烈嘅討論呢，就話喂，我俾咗錢買噶咯，我應該係等同於真正去擁有，而唔係隨時被修改條款嘅租借授權啊。英國嗰方面已經針對 Sony 嘅壟斷 PlayStation Store 同定價嘅問題，已經有一個集體嘅訴訟。唔知大家對呢一個嘅驗證點樣去睇呢？都可以喺下面留言分享下，大家有冇受到影響都可以講下嘅。跟住嚟講下啲蘋果嘅消息啦。Apple Music 我相信大家都聽過 Apple Music 嗰個副總裁對無損音軌嘅睇法係點呢？副總裁 Olivia 喺接受訪問嗰陣時就坦言，若然以 iPhone 配合耳機去進行盲測，大部分嘅樂迷咧都係分唔出呢個無損音軌同標準音軌嘅分別嘅。咁就解釋咗點解蘋果旗下嘅 AirPods 系列採用 AAC 藍牙編碼，至今仍然未支援呢個嘅無線無損播放啦。比起無損嘅音樂咧，蘋果更加傾向優先推廣空間嘅音訊。Olivia 指出，喺盲測嘅條件之下，普通用戶更加容易察覺到空間音訊帶嚟嘅層次同差異啊，咁樣就可以被視為提升用戶體驗嘅重點。目前要享受 Apple 無損音樂仍然係有一定嘅門檻啊。所有 AirPods 包括 AirPods Pro 同 Max 喺藍牙模式下都唔支援呢個嘅無損嘅。
喺有線連接嘅要求情況下，只有 AirPods Max 透過有線連接或者 iPhone 連接外部嘅 DAC 數碼類比轉換器配合嘅有線耳機呢，先至播放到最高24bit 192kHz 嘅高解像度無損音質嘅。而佢嘅競爭對手呢，例如 Sony 等嘅品牌，已經普遍採用支援高解析度嘅 LDAC 編碼，顯示出雙方技術嘅取態差異。唔知大家對蘋果認為無損音質對好多人並非係需要嘅呢件事點樣睇呢？都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分享下嘅。跟住來都係講 iPhone 啊。iPhone 17系列喺電量耗盡之後呢，就出現咗開機異常嘅問題。近日有多位用戶反映 iPhone 17系列，當然包括 iPhone 17啦、iPhone 17 Pro 同埋 iPhone Air 喺電量跌到0% 之後，即係熄咗機之後呢，即使插咗有線嘅充電器，螢幕仍然都係維持全黑，而且長時間無法重新開機。根據 iFixit 嘅監測，受到影響裝置連接咗有線充電器之後呢，電流會唔穩定喺0W到2.1W之間去跳動，就冇辦法獲取足夠電壓嚟觸發呢個系統喚醒嘅。而呢個嘅情況之下，即使充電數小時，亦都未必有效嘅。暫時有啲咩解決方法呢？就係用緊呢個嘅 MagSafe 啦。好多用戶包括一啲嘅外媒嘅編輯就表示改用 MagSafe 無線充電或者磁吸式流動電源之後呢，通常喺5至10分鐘之內呢，就可以成功啟動翻部機嘅。Apple Store 嘅維修人員面對呢個類嘅個案呢，首選都係用翻 MagSafe 去叫翻成部機嘅。其實有冇其他辦法可以去搞呢？要連續連接有線嘅充電等2個鐘頭到呢，或者可以嘗試進入 DFU 模式，咁樣就有機會俾電流穩定咁樣去啟動翻個裝置嘅。暫時冇辦法確定係咪 iOS 26呢個嘅系統嘅問題充電管理程式異常，還是係硬件底層嘅問題？蘋果官方仍然對呢個嘅問題未作出正式嘅回應。喺官方修復之前，建議大家即係 iPhone 17嘅用戶避免將部機嘅電量唔好去到0% 先至插電啦。即係可能你都俾翻8% 或者更加多嘅電量去充電啦。另外要隨身準備 MagSafe 嘅充電裝置啦，例如有 MagSafe 嘅充電寶啦，或者係火牛啦。今集嘅一周花生點評就嚟到呢度啦，唔知大家鍾唔鍾意我為大家嘅選材？但係大家見到一啲有趣嘅花生事呢，都可以 PM 我嘅，同埋要記得 CLSS 我嘅影片，同埋 follow 埋我嘅 Facebook、IG 同網誌。最後記得清理埋啲花生碎，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